平安，这是咱三甲来敬拜上帝，别倒奏乐。耶稣来是要为公做见证，伊毋是对血气生的，嘛毋是对情欲生的，也毋是对人生的，乃是对上帝生的。道成肉身，踮伫咱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咱嘛捌看过伊的阳光，正是爸独生囝的阳光。一碟，咱要来吟圣诗。圣诗第69首，请来忠诚信徒。圣诗69首，请来忠诚信徒，快乐得意向前。请来请恁欢喜来到伯利恒，来朝见救主。天顶君王出世，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我主基督，请起立吟全首。来到。
中万恶罗里，而这个耶稣是我所的呀，生中永远归你。圣家都将有些所喜，下来带给敬拜，下来带给敬拜，下来带给敬拜，我做的主。这粒咱用新的界面来信仰个别，新的界面伫圣诗头前12页显着咱三角来念。新的界面，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真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听你，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会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一点咱要来启用伫圣诗后壁面第66篇。圣诗第66篇，启用咱三角来念1121，启用第66篇。我是阿里法甲欧米伽，将长袍洗清气，遐个人真有福气。迄个狗类行邪术、淫乱的、杀死人的、拜偶像的，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我是代笔的根，是伊的后裔。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焦的人就来，为着这个事做证，迄个讲。阿门。主耶稣，请来。这是咱三角阿头来祈祷。亲爱的阮感谢你，做你生的日子，伫冷冷的天气，你阁引带阮平安来到教会，阁一遍来敬拜主你。当世间拢行耶和华，你看做歹的事的时，阮也知耶和华你是有怜悯、有稳定、无快快受事，阁有丰盛的慈爱。你也应允讲，迄个目受痛苦的地，无阁看见黑暗。早前你也予西布伦甲拿弗他利受藐视，后来你阁予约旦、予我沿海的路加利利的人要得到阳光，因为伫黑暗中行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囝为阮来生，为阮来出世，伊的政权要担伫伊的肩胛头，伊的名要称作奇妙的牧师，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真君。伊的政权甲平安无穷尽，对答要直到永远。你也将你的独生圣囝，搁想想世间，伊若信伊的人无得灭亡，会得到永远的活命。伫阮一个礼拜当中，阮也看到台湾受到真恐怖的陷害，有人来施袭，造成社会不安。阮也知
阮毋知影明仔载日子要安怎，阮也知人的心思意念，求主你也保守阮的心怀意念。你也甲因讲，着趁耶和华找着时来找伊。正人着改换伊的念头，不义人着去师的路，则安尼阮才会当得着救。阮也少年阮的兄弟当中，检采有辛苦病痛，有逐时爱照时摕药来帮助阮的身体，有人甚至还阁伫病院中来治疗。求主透过你的圣手，伫困难中也要欢欢喜喜。阮也知，上遮一切阁一边献上阮的祈祷，阁伫目房求救的时，你一概袂随听。阮也要阁听主你教示的话，透过牧师的正道，将你的话阁一遍传入来，传入阮的心中。因为阮也知，草会焦，火会烧，独独你的话永远存留。阮也少年阮济兄弟无伫阮当中，求主你保守阮的心怀意念，同时也祝福阮，奉你的名来到你圣殿聚会人，平平拢赐落平安伫阮每一个人中。阮也要将今仔日普世欢腾的敬拜，从头到尾，恭恭敬敬，求主你从头带领到落尾。阮在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即条咱要学老来请圣歌队来赞美。
哈利路亚！愿一切荣光归伫上帝。即碟，咱要来看圣经，要来读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14节，和合本77页，汉语本65页，现代译本93页。现着我来读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读到14节。现着是我用和合本来读。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当遐个日，该撒阿古斯都有召出来，叫天的百姓拢来报名上册。这是旧年有做叙利亚分巡佐的时阵，头一遍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拢归伫逐城报名上册。约瑟也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必城，叫伯利恒，因为伊本是大必一族一家的人，要甲伊所聘的某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迄时玛利亚的身份已经有啊，因伫遐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就生了头上仔的囝，用布包起来，放伫马槽，因为客店无有所在。第8节，伫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间厝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踮伫因的边，主的阳光四面照着因，牧羊人就惊吓。迄时天使对因讲：毋免惊，我报互恁大欢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仔日伫大别的城里，为恁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恁来看见有一个婴仔包着布，倒伫马槽，迄个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迄个天使阿拉上帝讲：伫至悬的处，至悬的所在，荣耀归乎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乎伊所欢喜的人。咱圣经看到遮，即碟咱请牧师来正道。题目是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这是咱请牧师。录音下这大家平安。就伫咱的圣诞节进前，台北的节运发生了一个所谓的无差别的恐怖攻击啦致到我想咱大部分的台北市民也是讲住伫即个大台北的即个台北、新北、基隆、桃园，遮个北部的人，拢真大的一款的算作是即个刺激着。因为台北车头对咱来讲，拢是一个常常会经过的所在甚至真昨有一个迄个阮桃园的阿川迄个立法委员，伊就讲，迄是伊对桃园坐车来台北每一天会经过的所在，迄个发生，迄个保全57岁的保全为着要阻止迄个歹人点火迄个牺牲的所在，迄就是真侪人每一天上下班，也是出入台北，拢会经过的所在。迄出捷运站迄边仔遐，所以伫即个时刻，我想今仔日的讲道的题目，真符合着咱即马大多数台湾人的需要。就是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做伙伫地。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因为咱真正爱提醒咱家己，也提醒咱四周围，因为即个拜五的案件伫遐，迄惊吓的咱的厝边头尾，咱的亲人朋友，甲因讲，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咱毋知影明仔载会怎样，
但是咱会当确定上帝甲咱做伙伫咧。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圣，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用欢喜的心，以及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阮今仔日是阮教会所定着要庆祝上帝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即个改变世间人、改变即个世界历史的大事件。主啊，阮渴慕你的平安欢喜临到阮中间，阮也恳求主你的圣神会当帮助阮，互阮伫读圣经的中间，以及伫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你互阮搁一遍思考着圣诞的意义。阮也恳求上帝你会当帮助阮，互阮会当因为读着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互阮会当不只是读到知目，阮阁是读到生命的道理，会当改变阮看世界的角度，改变阮的行动。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圣神亲自来引带。阮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而即旧年啊，昨年、前年，耶牧师伫台下顶有分享台南新学院伫。耶牧师读册的时代，即个20外当前，接近30当前，有一个校牧式的校牧，叫做吴文牧师。吴文牧师伫美丽岛事件，因为即个帮战失明症，所以伊有受关监一段时间，所以伊伫监狱内底伊经历过侪，伊也知影有真侪甲伊共款，因为即个民主改革的诉求来关监的遮个难由，拢会经历着啥物？经历着监狱外的生离死别，但是伫监狱内底却无办法来见亲人最后一面，也是无办法陪伴囝儿来大汉。甚至咱拢读过即款的记载，就是关监出来。家己的囡仔看到伊会惊，讲这个叔叔是谁？然后读过即款的故事。但是吴文牧师有一遍伫台南新学院的圣诞礼拜，伊就讲一项事，就是伊讲，咱过圣诞节，咱基督徒过圣诞节，咱是真欢喜的心来过。但是刚好想到玛利亚，玛利亚伫耶稣钉十字架了后。上天离开伊的老母玛利亚，玛利亚每一遍过圣诞节是啥物心情？玛利亚过圣诞节，伫耶稣钉十字架了后的每一个圣诞节，伊所感受的是啥物？我想，迄就亲像咱亲人，咱的士大人若离开咱，每一遍过节的迄款的心情，哇！爸爸无伫个啊，妈妈无伫个啊，迄款的心情。这讲到有一首圣诞歌，这伫欧美所在真常常伫圣诞节还是大港节，即个基督徒迄念的叫做玛利亚，你敢知影 ？Mary did you know？ 这首圣诞歌作词者是 Mark Laurie。伊咧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出世迄时阵，玛利亚敢知影耶稣所要行的路？敢知影耶稣所要行的路是行向十字架？佮真少年33年，伫即仔来讲，迄是一款英年早逝，非常英年早逝。当玛利亚抱着即个红婴仔的时阵，伊敢知影这一切？这首歌的歌词，翻译做即个中文是安尼讲：玛利亚，你知影你的红婴仔有一天会行伫水面吗？玛利亚，你敢知影你的婴仔会拯救阮的囝儿查某囝吗？你敢知影你的红婴仔
是为着更新你的性命来出世吗？你所生的即个红婴仔，也真紧会互你得到顶头生。然后玛利亚，你敢知影你的婴仔会互青面看见？玛利亚，你敢知影你的红婴仔会用伊的手来刷了风暴，平定风暴？你敢知影你的红婴仔捌行过天使所行过的所在？佮当你浸你的即个红婴仔的时阵，其实你已经浸着上帝的面。即首圣诞我继续讲，青梅要看见，臭耳的人呢会得到听见，死人要搁活，摆开要丢跳，下狗要讲话。因拢会来学到即个神圣的羊羔，就是耶稣。真有可能一开始玛利亚无错天使大仙有甲伊讲，但是玛利亚真正无完全了解。直到耶稣降世了后，然后一步一步通过伊的行动，伫旷野。伫加利利大仙，然后到伫耶路撒冷，安尼一路安尼渐渐显明天父上帝的救恩。玛利亚到最后才了解，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做伙伫咧。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做伙伫咧。这会当讲是路加福音。咱伫大降节，第一个大降节，咱读到先知耶利米，对无？然后咧，马可、马太，然后到伫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书其实拢有无共款的角度，去讲到耶稣来出世。路加福音强调的是啥物？亲像咱多多所读的，路加福音强调就是大荧光的圣囝出世，出世伫倒位？马槽内，对无？第2章第7节讲到啥物？客馆无所在通用阮因，所以咧，因就是耶稣的爸母约瑟玛利亚，甲打出世的圣囝耶稣，因只有困伫马槽里。马槽是啥物？可能咱台湾人无拄拄知影马槽，但是应该咱若庄脚大过，也是庄脚大汉，牛条边仔啦，也是养猪场啦吼，也是饲鸡啦吼。哦，以前我中华迄做兵伫鹿港遐真侪养鸡场，哦，迄味是啥物？真重啊！中华遐嘛真侪是啥物？饲猪的，哦，迄风吹来吼，迄规个衫拢是迄个味。出世伫马槽，这代表啥物？阳光的圣囝出世伫马槽，马槽就是上卑微的所在，但是圣囝出世来到世间，甲真卑微的你我平平共款，这就是以马内利。咱的苦痛，圣囝耶稣拢知，耶稣拢知。咱经历过的代志，咱即马迄面对的代志，耶稣拢知。上帝甲咱做伙伫咧，以马内利，就是即个意思。上帝为虾米要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成做耶稣？因为上帝是一个甲世间人有关系的上帝，伊毋是
18天底外的迄个神明，然后高高在上，甲咱无啥物关系，然后要甲伊有关系，搁爱去公庙内底找当机伫遐做法，毋是上帝甲咱你我咱大家拢有关系的上帝。所以就亲像耶稣的譬喻，即个期待浪子回头的老爸，有疼心的老爸，亲像望浪子回头的爸母，上帝爱咱世间人，拢甲伊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啥物叫做亲密的关系？关系大家拢有。老师、学生的关系，大家拢有，但是咱总是伫咱读册的阶段，有某一个老师甲咱特别亲近，是咱会当甲伊讲较济话，也是讲伊有特别关心咱。所以有时阵，啥物叫做亲密的关系？关系拢伫的，但是咧，有时阵老师伫遐，学生就无爱来找伊啊。学生就会惊伊啊！但是若是有学生，下课了会来问问题，有学生会特别来找老师，慢慢就建立迄个关系。所以讲到关系的上帝，有人讲我上帝伫倒位，我无感受到。问题伫倒位？老师拢伫遐，有的老师就是上课拢，有的学生就上课拢无爱听。然后考试考出来，拢考无好，讲老师袂晓教。同学，其他同学上课认真的，拢考试考袂歹。关系拢伫的，关系拢伫的。就亲像浪子回头，浪子若无回头，老爸伫遐等，苦苦伫遐等嘛无效啦。浪子拢是爱回头，但是上帝搁较亲像充满慈悲疼痛的爸母同款，伊袂放弃，只要咱敢愿意，亲像浪子来回头。世间人若行歪错，所以咧，天父上帝就道成肉体，成做圣囝耶稣，来到世间。亲自来带领咱，转去正确的路，就亲像是大人烦恼咱出门哪会一直无转来，到最后会安怎？咱细汉的时阵去外口佚佗，找厝边佚佗，也是讲咱细汉去迄个朋友的厝里佚佗，真暗无转来。一开始，敢毋是咱的士大人嘛伫厝里等到后来安怎？以前无手机啊，以前可能嘛无拄电话遐尼方便，有时阵嘛毋知影电话号码，咱的士大人会安怎？若同学去同学的厝，咱士大人敢是会敲电话去学校，去讲这导师的家里电话号码几号？我要问。我的小孩去他的同学谁谁谁家，然后找到电话讲过，电话无接会安怎？查到住址，然后去弄门。平安啊，回来哦。亲像安尼，世间人走偏啊，走歪错，天父上帝就道成肉体，亲自来行动。等袂落去啊啦，阁无爱回来。我就亲自去找你，就是这个意思。天父上帝道成肉体，成做圣囝耶稣，来到世间，亲自带咱转去正确的路。耶稣并且用行动向你我、向世间人来显明，怎样才是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怎样才是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大好今仔日每周新眼光讲到啥物？
相信就爱顺服，相信就爱顺服，就亲像圣囝耶稣顺服天父上帝所指示的路，行向十字架。这就是耶稣用行动来显明、来教咱，什么才是真正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当然，福音书甲咱讲，道者肉体的耶稣，圣囝耶稣，就算住伫人的中间，人却是无熟悉伊，也无愿意接纳伊。但是耶稣敢有安尼就讲，放弃啦，了然啦？耶稣敢有安尼？无啦，无啦。亲像咱的爸母啦，嘴里可能会讲，你考试考那么烂，你根本不是我生的。但是心中咧，心中犹原未放弃啦，犹原是当你佚佗受伤，伊嘛是共款，甲你抱去医生馆啦，顾药啊啦。耶稣搁较是无放弃咱，所以咧，耶稣应允以马内利，甲咱做伙伫地。就算耶稣搁活了后上天，伊也无离开咱，因为通过圣神，甲咱做伙伫地。所以真重要，真重要。保罗讲啊真好，保罗安怎来互咱理解着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当保罗讲着讲，咱对疼咱的必成到有春。然后伊讲啥物？因为我亲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权能的，是官是亲，也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话隔断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所有的疼。无错就是安尼。咱有时阵，咱会犯错；有时阵，咱无拄拄表现出社会所看的飞黄腾达成功。但是无论怎样，上帝的疼袂甲咱隔断。既然上帝对咱安尼的应允，有时阵咱也莫家己放弃家己，也莫家己放弃家己。这尤其咱西欧教会的兄弟姊妹，咱搁较爱会记住，上帝敢有放弃咱？那照保罗所讲，上帝敢有放弃咱？上帝拢无放弃咱，咱有啥物材料通家己来放弃？放弃咱西欧教会？感觉西欧教会就像是，名讲袂出去，会感觉见笑，敢是安尼？无啦，无啦，保罗即句话咱拢爱记起来。罗马书8章38节、39节，有闲就摕出来看，鼓励咱家己。无论怎样，上帝的疼袂甲咱隔离。讲到上帝的疼，讲到上帝的疼，有的人旧约看一半，旧约看一半会安怎？看到以色列百姓犯错，然后上帝处罚，看到才会甲以色列百姓战争，会才会外族，然后上帝安怎命令以色列人爱甲因消灭？煞误会讲上帝是一个充满怨恨的上帝，上帝会处罚伊的百姓，上帝会毁灭对敌伊的国，这是看一半，看一半。但是将圣经看一半，实际上真危险。
真危险。最近读到一个牧师的文章，伊讲无错，教会有时阵会产生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敢是教会会友毋捌道理，毋知影道理。有时阵毋是咧，是道理听一半，然后咧听真熟，但是听一半，了解一半，然后咧你也家己看到迄部分，讲我较是对，恁拢毋对，然后咧，哇，煞产生人甲人的问题。亲像有个人用上帝的名，煞反倒转做出可怕的代志。然后甚至用宗教的名义来合理化家己对生分人、无识的人，也是对甲家己无共款的人的怨恨。常常也无师会提起即个例，伫美国堕胎的问题，堕胎的问题，即伫基督徒的中间有真侪的争论，但是搁安怎争论嘛，袂当讲你摕炸弹去放伫有做堕胎手术的医生馆，甲人做恐怖攻击，对无？嘛袂使啊！你讲疼性命，爱珍惜性命，对。但是当你用珍惜性命的理由，你用炸弹去将有做堕胎手术的妇产科诊所来遐来做恐怖攻击，煞互人失去性命，这就是道理听一半，用上帝的名义来合理化家己的怨恨。不过，耶稣来到世间，其实早就向咱显明上帝完整的形象。所以新约甲咱提醒的就是，上帝是疼，上帝是疼。有一个口号叫做“疼的原则”，疼的原则，就是讲读圣经的方法是啥物？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叫做爱的原则，疼的原则。你若读圣经，你的解说煞变做鼓励人相杀，鼓励人去怨恨，鼓励人去互相伤害，安尼这违背着疼的原则。咱着爱反省是倒位读毋对，是倒位读毋对。咱读圣经了后，若去人的中间去使弄，互人互相怨恨，安尼咱来反省，安尼咱倒位读毋对，这叫爱的原则。因为上帝是疼，咱读上帝的话，咱来了解上帝的话，煞违背着上帝是疼这4字，安尼咱倒一个环节出错啊？咱爱知影，上帝是一个慈悲疼痛的上帝，上帝就是疼。咱知影耶稣降生伫一个真动乱的时代，耶稣降生的时代，阁有极权的罗马帝国统治真侪的民族，用高压统治。但是耶稣出世，用行动证明了啥物？真正的快乐，毋是在伫武力。真正的快乐就是疼，就是疼。出地疼，耶稣提供人的欠亏，补满咱的欠亏。出对疼，耶稣也医治人的身躯甲心灵。耶稣疼咱。甚至伊疼咱疼到为着咱受苦，为着咱来牺牲咱家己，无啥物比即个搁较大的疼。
就是为着人来受苦，为着人来牺牲家己。咱想着迄个迄个余姓的迄个57岁的保全即个捷运保全伊真正是牺牲的精神。但是今仔日，若是一个本来有迄个能力，通避免，甚至通用真直接的手段，今仔日我若有一支枪，我会安怎做？当然枪摕出来，甲伊弹死啦。但是咧，我嘛是即个歹人，我嘛是想着伊也是别人的囡仔的时阵，可能你敢会搁摕迄支枪出来？可能有时阵，这就真复杂哦，这就真复杂。我毋是讲一定爱安尼，但是这就真复杂。你若有恻隐之心的时阵，你就会有无共款的做法。亲像耶稣伊当然会当用伊的能力、权能来避免十字架，伊会当对天顶降火，将遮下要甲伊钉死十字架，遮个犹太人拢走灭，拢消灭。但是伊无安尼做，因为伊知影啥物？伊知影疼的上大的疼，就是替人受苦，佮为人放杀家己的牺牲，这是上大的疼。所以咱知影，上帝疼世间人，上帝疼世间人，然后上帝道成肉体降生伫上卑微的所在，就是马槽。然后路加福音甲咱讲，大声听到圣囝耶稣出世，即个好消息的是啥物人？顾羊的人，是替人顾羊的人，毋是饲羊的人，是顾羊的人。顾羊的人就是耶稣迄个时代上卑微的人，规暗袂当困伫遐顾守羊仔。然后咧，伫旷野迄个所在，天气真冷，有野兽，困也困无好，迄是当时上卑微的人。结果，上帝互因天父上帝互因大声听到圣囝耶稣出世的好消息。这代表上帝就是真有包容的上帝。上帝圣囝耶稣伫即个世界，用伊所讲所行来显明，就是慈悲疼痛的上帝。是包容所有的人，所以耶稣用伊的行动关怀去望到遮个社会的边缘人、社会边缘人，所以伊用手去望到遮个太高病，就是汉生病、麻风病的人，即个患着火痨、血肉的即个妇人人，用手去望耶稣，耶稣敢有甲伊骂？无，耶稣互伊得到医治。耶稣用行动来宣告，无任何一个人，无任何一个人是无允准，也是不配来追求上帝。上帝疼世间人。咱知影犹太人原本是强烈来相信，就是因遮是上帝拣选的百姓，因是受拣选的百姓，因遮是真正的上帝的百姓。这是犹太人迄当阵所相信的。但是耶稣伊拍破即个分别，
耶稣宣告就是啥物？咱即个世上无分着性别，无分着种族，无论是权位、肥产、富裕也是丧凶，每一个人拢属伫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拢是上帝所疼的。搁一遍，互咱大家来来复习小蓝点即个相片，小蓝点即个相片，这是现在咱人类上远翕到地球的相片，航海家1号，所翕的相片，这甲咱讲啥物？咱拢住伫遐。你我拢住伫遐，郭台铭遐尼有钱嘛是住伫遮，然后咱普通人咱嘛住伫遮，总统住伫遮，咱家己住伫遮，民进党支持者住伫遮，国民党支持者嘛住伫遮，民众党支持者嘛住伫遮，美国人嘛住伫遮，中国人嘛住伫遮，日本人、韩国人，无论啥物人拢住伫遮，咱拢伫遮。这就是耶稣用伊的行动来宣告的，就是上帝疼世间人，无论你我，无论任何一个人，伊拢疼咱。就兄弟，咱已经通过圣经耶稣，咱甲上帝重新建立关系了，但是咱阁爱用咱的行动来跟对上帝的旨意，照着圣神的引带，咱爱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上帝是一个充满慈悲疼痛的上帝，所以咧，咱既然诚做基督徒，咱也爱用彼此相疼来见证上帝的疼。过来，既然上帝是一个包容世间人、疼世间人的上帝，所以咧，咱基督徒绝对袂当用家己做自我中心，然后咱去阻挡人，也是阻挡任何一群人来进入上帝的慈悲疼痛中间，因为你我即个世间每一个人，咱拢已经得到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做伙伫咧，咱有上帝的疼充满伫即个世界，咱就爱用咱的行动来互上帝的疼痛大大显明。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你应允阮，你甲阮做伙伫咧，你也透过道成肉体，互阮得到以马内利的记号，互阮活伫以马内利你甲阮同在的中间，也得到提醒，也得到即个记号，互阮通追求有甲你搁较亲密的关系。主啊，愿主你互阮会当倚靠你的疼，愿学习彼此相疼，愿也学习用你的疼来关怀阮所徛起的所在，阮的社区，阮所徛起的都市，阮的国家，阮所徛起所活的即个世界。愿上帝你帮助阮，伫所讲所行的中间，你的话会当提醒阮，你的圣神会当帮助阮，带领阮。主啊，2025年是阮西湖教会成立的40周年。愿主你，互阮的教会伫阮的社区，成做你救恩的记号，
诚做你疼痛的记号，帮助阮，互阮会当伫阮所徛起的社区做光做盐，互阮会当透过教会的事工、教会的聚会，互经过阮教会的遮的社区的人，也是透过网络看见阮聚会的遮的人，拢会当平平感受、领受着你的疼，会当刻薄来亲近你。主啊，求主你帮助阮，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的正道，一碟咱来应答上帝话，来唱圣诗第55首。圣诗第55首，着听天使在吟讲，规阳光伫新生王，地上和平人受恩，上帝罪人好千军，世间各国着奋起，参加天军来欢喜，着甲天使斗对声讲，伊独降生伯利恒，着听天使在吟讲，规阳光伫新生王，请起立因转手。请坐，一碟咱要来奉献，咱请民兵执事甲侨民执事来施献。
条，咱来看就报现着，我来读。报告事项第一点，咱今日教会圣诞节的赞美礼拜由圣乐队伫礼拜中献唱真光的金秀科尔特的圣诞节的曲选曲选曲，感谢因的辛劳。伫遮咱也用我咱会当代表咱请咱教会的会友，也对咱的慧玲老师伫即几礼拜来配合咱也用鼓励掌声来甲伊说多谢。特别咱也真感谢咱伫昨暝的圣诞庆祝咱也真欢喜40年来伫咱的教会的共款无停。也感谢咱的杨长老伊规礼拜会为着，我想毋是一礼拜尔因为真久的时间为着咱的迄落，咱也用咱会当用拍鼓掌声来说多谢。我想当咱也有咧经历这，咱要做这，我想这是真无容易虽然咱有当时伫遮有真好，也真歹，拢无要紧，拢是伫遮，互上帝来甲咱接纳咱也感谢伊的付出。第二，咱教会有准备圣诞歌，互教会兄弟姊妹，请伫礼拜煞伫招待处来领唱第三，咱后一季的新眼光读经的手册的兄弟姊妹，请到招待的所在来领。第四，咱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家执事出席，咱要编明年的预算，也要检讨今年的事工，请咱中执来劳保。第五，咱明年度开始每个月最后一日的圣礼拜后举行庆生会，甲爱参请兄弟留时间来参加，嘛欢迎邀请咱厝内的人甲新的朋友来参加。第六，需要教会2026年下月6的兄弟姊妹，请礼拜后伫招待桌来领第七，咱拜五暗7点半查经，请用总会的新眼光，请兄弟姊妹兄弟来踊跃参加。第八，需要牧师探访，也毋望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咱甲牧师也是中执伊哩安排。咱后周12月28的主日礼拜，咱的内容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倒屏，咱的聚会内容。咱主日礼拜是10点，圣歌队是8点45，拜五暗有新眼光的查经7点半，拜六插会是每个月的一遍咱每个月一遍。咱即届要读的新眼光是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到18节。咱来看圣间的事项。咱招待是谢宝姐甲苏长老，咱插会是插会班，清扫是谢宝姐。咱后礼拜讲道依然是牧师，司会是我本人，因为咱今日本来是杨长老司会，因为伊爱献诗，我想讲伊也真辛苦所以今日我代替来迄落。咱后礼拜继续，咱司琴，咱共款是迄个牧师娘领唱一样属义信，司献是一样相加民兵执事，招待咱有迄个谢友来加谢崇杰，咱插会是秋妹清扫嘛是秋妹执事咱奉献若有订单，咱请加过节出力来敬敬。咱来读本周的周根据伫正平，伫至极悬的所在，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请伫极悬的位光耀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人的中间。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平安归伊所欢喜的人。之主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咱搁一遍互相来圣诞恭喜。
一碟，咱要来唱圣诗第70首，吟诗刷要请牧师甲咱祝祷。圣诗第70首，普天同庆，主临世界，全地迎接君王。大家为主，备办所在，宇宙万物尊重，宇宙万物尊重。咱请起立来吟全首。主临世界，全地也地君王，为主备办所在，宇宙万物尊重，宇宙万物尊重，宇宙万物尊重。全地欢喜，救主掌权，在恩着恩荣光，产业当好，刷了平安，欢喜的声无双，欢喜的声无双，欢喜的声无双。必上我高声看，怎我做念他，福气充满，心田无够怕，心田无够怕，心田无够怕。叫做全地家是万民。耶稣已经降生啊！耶稣也伫降生了后，走向十字架，用伊的牺牲带来世间人的救恩。伫耶稣上天的时阵，伊赐咱圣神，到今仔日，咱犹原有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所以，无论拄着任何的代志，无论经历什么款的困难、挑战，莫袂记住，上帝甲咱做伙伫地，上帝也迄分担咱所担的重担。所以，咱着勇敢、有信心，用上帝的疼来。彼此相疼，佮付出疼心的行动来关心咱所徛起的所在，用安尼，互咱西湖教会会当真做咱徛起的所在，愿望的记号，以及上帝的疼的记号。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让主庇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住恁平安，阿门。